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12月20下晡新闻，我是麦湘莹。头起先带大家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入冬以来，第一波寒流报道，气象署针对10县市发布低温特报，真侪农渔民嘛赶紧动起来，希望甲寒流带来的损失降到上低。中选会今仔日举办立委选举，政党甲候选人的抽签，决定也派代表来抽，确定民进党6号，国民党9号，民众党是12号。最高检察署定出5项共识来设定改选的标准。目前中华新东平文化体贸交流协会总会长以5万块交保。好，咱要先来关心的是，今年入冬以来第一波寒流已经报道，今仔日本岛平地上低温是出现伫桃园的观音，干那13度尔尔。气象署早起是针对10个县市发布低温特报，各地气温是愈换愈寒。因那这波寒流会一直刮到拜6礼拜，上寒的时间就是伫拜4暝到拜5的透早，中部以北可能干那9度，因那1500公尺的关山嘛可能落雪。今仔早起民众出门拢会穿厚外套，因为入冬以来第一波寒流来，各地温度明显下降，而且是愈换愈冷。气象署针对台北加新北等10个县市发低温特报，20拜3开始受到寒流影响，各地天气拢正冷，容易有10度以下的低温。那这波寒流上冷的时间，应该是2月拜4暗时到2日拜5的透早。21号的晚间到22号清晨，台北这个地方的温度是有机会下降到10度左右的，因此我们预期这一波冷空气它有可能会达到寒流的强度。因为在落雨方面，气象署讲，面风的北部、东北部地区、恒春半岛等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中南部地区是有连山雨。因为外界关心讲，这波寒流是不是会带来降雪？气象专家讲，温度计搁加上水气板。21日暗时到2日透早，桃园以北1500公尺左右的太平山、拉拉山，拢有机会落雪或者是落冰花。1500公尺以上的这个高山特别是在桃园以北跟宜兰在1500公尺以上的这个高山是有机会下雪或下冰线。气象署讲，23拜6日时开始，这波寒流就会开始减弱，不过各地天气依然偏冷。24礼拜又有一波大陆冷气团会来，到时温度阁会降，所以这礼拜有2波冷空气落南，民众出门时阵爱穿较少咧。记者综合报道。这寒流来云林有真侪农渔民嘛，赶紧动起来，搭这个平仔来压风，甚至搁甲果子、加鹿仔来防寒等等。也那气温也加速来拍水，甚至用井水来维持温度，要甲损失降到上低。12月20日透早，气温甲前几天比较起来，加真寒，连风嘛有较透。云林种番麦的农民无用搭网啊，就是希望这番麦莫因为大风也是低温来减收。台北几样搞都长咧万花，生长期，你若无扭台北几样落伊风头伊完全无法度生长。来到8月份，云林的农民就讲，有寒流要来，趁寒流来到位进前，会当收的就先收，嘛赶紧甲较细粒的芭乐陆续加落啊，来避免寒害。损失咯，有当时啊1、2成啦，若较严重的就3成左右啦。你养起来时就一边会较黄，一边就青青，安尼卖起来价钱就足歹。寒害同价是安尼。也伫咧沿海地，勇士伫水车是继续咧运转，增加送水量，嘛有勇士渔民拍井水，增加水温，就是惊温度无到10度。预防的水用较悬的啊，不然就是无开井水有行啊。勇士业者表示讲，所来天气会愈来愈寒，包括乌龟鱼、雪白鱼，拢是较袂当寒鱼啊。为着避免农渔损失，云林的农渔民拢叮当起来，就是希望甲寒害影响降到上低。记者云林报道。这天气真寒，台南南西的梅岭，目前这梅花已经开花3到4成，平英过搁较早开花。梅岭协会就讲，这可能就是食物为着要适应天气所调整出来的结果。也毋过，若想要看满所的梅花，可能就要等到12月底，甚至是元旦。游客透早来到梅岭五龙步道，伫咧路边就会当看到规大片的云海，是真欢喜。而且伫咧梅岭上界出名的梅花嘛，已经提早开，白色配黄色的花，伫咧风中海来海去，特别水。
，UK 拢总停落来，赶紧摕手机内底相机出来记录美景。哦，非常的美，好像人间仙境。我们好像走到玉山的顶点了，太开心了，又可以看到梅花，这么美的梅花，还没有很美，还要改天。对，再2个礼拜吧。目前伫咧海拔大约750公尺悬的所在，梅花已经开3、4成。今年比英国更较早开花，提早到12月中就开花。长期咧观察梅花的社区总干事柯宏文嘛讲，这是10外冬来头一届发生。可能这个有年的迄个干旱，甲迄个今年年初的干旱吼，互这咱梅仔树伊感觉就是个自然机制调节啦，所以互伊提早开花。上好巧12月底至1月初，然后来就是爱行有龙步道去抓，因遮有花梅仔园的专区，遮有几百公顷的梅仔花好看。柯宏文分析，可能是因为旧年甲今年年初的可旱，互食物自然来调整开花时间较提早，而且所落来天气嘛愈来愈寒，大约12月底到正月期间，梅花会当开到8、9成。记者台南报道。中国的甘肃发生地震，即马已经有超过130人死亡，加700多人受伤。当地更加发生积沙的现象，也就是讲，这个土骹因为压力积甲伤超过，才互一寡沙熊安尼喷出来，影响到救援的速度。也那目前这个零害低温，也互灾民面对正大的考验。消防人员呢正在携带搜救犬，对这个泥土覆盖的区域进行一个全面的排查。整个厝起有土石流引起，敢若剩厝顶，救援队赶紧派怪手等等重型的机具开始挖。中国甘肃浙江山关10月半暝发生6.2级的地震，附近的青海省是算断了真严重，未少庄仔头发生水崩山，专家讲这叫做沙涌的现象，也就是液化的沙受到压力，压起来地表，破坏力是真大。蒸完之后呢，我差不多10分钟之后到这个村子的，然后呢，已经呢这个泥浆呢已经是开始翻到这个地方了，已经感觉不可思议，从哪来的这么多泥土，我们也想不到。因为这土石粘性真强，而且数量是真大庞，增加救援的难度。到20早起为止，已经有131个人死亡，超过700个人受伤。目前甘肃、青海2省的车路大部分都已经会通，大部分的灾民拢生踮伫布棚内底，因为也是零下低温，安怎保持温暖嘛是安迪的重点。主要这个暖了，暖就只能够1天3顿吃饱。昨天晚上那个担惊受怕，那个外面那个有动物，搬进来就是心里面就舒服多了。现在甘肃省嘛发布救援需求的公告，灾区需要过冬的物资甲清真食品。低温嘛，致使救援的电量消磨了真紧。咱国政府嘛表达愿意提供必要的协助，不过目前中国也无提出支援的请求。记者综合报道。2024总统大选剩20几天，最近也听到有人是受这个招待去中国旅游，有境外势力介入的问题。最高检察署招相关单位来定出5项共识，针对中国招待的单位甲台湾发起人，甚至是这个旅行团员敢有参选也是辅选的身份，来设定介选的标准。目前嘉义已经和中华新东明文化经贸交流协会的总会长以5万块交保。设定这些相片拢是引起中国旅行的纪念。中华新东明文化经贸交流协会过去不时组团去中国旅游，即马煞标出10月份一场旅游行程，若像甲中国介入咱的选举有关系。对镜头比赞，伊是协会总会长罗文良，去互检调查出伊涉嫌招全国的会员去中国广东佚佗，6天5暝行程，干那爱出机票的钱，剩的食的、住的甲交通费，全部拢是中国出的。检方10月发动搜查，约谈买20个人。先后姓罗的总会长以5万交保，其他的人请回。接受相关食宿的招待，游览车上面有宣导说要投票给某特定阵营之候选人，那涉嫌违反总统、副总统、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反渗透法等罪嫌。
离明年年初选举剩无偌济时间，最近一再逼出咱国的民众去中国旅游，若像接受对方的招待。全台湾北中南各地，少连续有人去互约谈。最高检察署为着要理清中国的招待，敢有牵连境外势力介入选举，嘛邀请各机关就违法入定的标准来进行讨论。这些基层民选公务员赴陆旅游就有没有违法我们有的这个认定的参考指引的部分，我们达成了5项共识来供检察机关未来办案的参酌啦达成的共识包括中国接待机关、残疾，敢有涉及亲像统战部等等，中国官方甲附随组织。也若台湾的发起人、参加人，敢有参选甲复选的身份，出去佚佗的费用敢有退回，行程敢有符合行情，嘛是认定的重点之一。最后，村里长去中国旅游，招待期间甲选举的关联性，收的钱甲无正当的利益，主观敢会影响选举相关的认知。透过5大标准来判断个人的行为，敢有违反反渗透法等等的规定。记者综合报道。中选会今仔日举办立委选举，政党甲候选人的抽签，各阵营是拢派代表来抽。民进党是林月琴，国民党是韩国瑜，也那民众党是黄珊珊。即马已经确定，民进党是6号，国民党9号，也那民众党是12号。2024大选就伫要到啊！中选会20进行立委选举，政党甲候选人抽口决定号码。民进党由副秘书长杨义山、甲无分区立委候选人林月琴、辛碧荣代表出席；国民党的部分由无分区排名第1的韩国瑜等人代表出席。也那民众党是黄珊珊代表出席。我个人本身在社福界服务了30年，那一直在做儿少权益跟儿童安全，尤其是交通安全。希望我们真的能够还路于民，让我们的人民可以在有一个友善的交通环境。第11届无分区立委选举政党的号码抽口的结果出来啊！台湾基进是4号，民主进步党是6号，时代力量8号，国民党是9号，台湾民众党是12号，亲民党是14号，台湾团结联盟是16号。特别注意的是，这一届立委选举外界推估3党袂过半，若白内党伫咧立法院合作，韩国瑜有机会甲黄珊珊争取做立法院正副院长。2个人提早伫咧中选会讲台，伫咧抽口进前嘛有小借问。国民党政党票抽到第9号，我们非常高兴抽到第9号。这个易经呢，最大的阳数是9。中华民国长长久久。今天台湾民众党抽到第12号，其次的部分我们当然是很乐观的评估，我们希望都应该有双位数以上。韩市长是因为他在市政府的时候，我也跟他熟识所以我刚刚是说好久不见。2024总统大选剩上尾24天，头一场公办电视总统政见发表会，今日暗时7点举行。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侯友宜、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甲民众党总统候选人郭文哲，3个人会面对面来对决。记者综合报道。立委选举今仔日抽口高雄、哪里个阵营拢展现团结的气势。民进党是画出这8色要全部退的口号，也坦白讲，目前上竞争的就是左南地区。市长陈其迈表示讲，接落来重点辅选的区域就是左南地区。也那这个国民党，伊是认为讲有机会来并盘，可能会当5-5对半分。民进党高雄8色立委候选人排一排，甲支持者做伙画口号，请假来辅选的市长陈其迈担任高雄队的队长，画出有信心8色会当拢调。但是其中2色毋是现任立委来争取，而左南区嘛面临着选民结构的考验。未来辅选的重点就伫咧激战区左南区。我们需要在中央，也包括在国会都能够有稳定的多数来持续的支持高雄的建设。那我想，我作为一个高雄市长，对于高雄的建设是我最关心的。我们希望说能够在中央跟国会里面都有非常稳健支持的力量。2020年，民进党高雄摕到8色的区域立委，经过4党的努力，还佫有基层的经营，国民党这届化话会当赢，有可能是2位到3位，甚至乐观看待，已经有4个选区接近着一半，后势看好，选情是大有可为。选区通通是在误差范围内，所以我们很希望我们做1望2抢3，拿下4席。
甚至于我们8席全部都拿下来。我想国民党在立法院、国会过半，我们未来的施政才能够稳定。离投票日无到1个月，20号上午是立委候选人投号处，全市29个人登记，1个人无符合资格，有28个人参选。台顶是各自讲着甲家己号处有关的吉祥话，台下则是按各自努力，摕着新出炉的号处开始争取着认同。记者王丽婷领交款个人报道。中国最近唔但有空飘气球，即个军机甲军舰也拢一直来。咱国防部就侦测到军机8台、军舰3只，伫个咱的台海周边来活动。昨暝11点外，阁发现有一粒空飘气球超过咱的海峡中线。针对即个空飘气球的事件，咱到底敢会甲即个拍落来咧？国军就表示讲，若准讲即个气球伊飞行的范围有入来到咱的海峡甲空域，就会随家处理。中央的空飘气球连续3天扰乱台湾，成员两方的紧张局势。国防部伫咧20日发布，总共侦测强机8台次、强舰3台次，继续伫咧台海周边活动。19号11点19，一个发现一粒空飘气球越过海峡中线，高度差不多是12000英尺，继续向东边飞，一直到透早2点才消失。针对中共利用台北季风，一直用成本正俗的空飘气球扰乱台湾，外界正关心国军的应变处理是不是包括该拍落。那如果说这个部分已经试射到我们这个海空域的范围，那我们会适度的来调配兵力来执行相关的不影响执行军事安全行动下，我们来做一个处置。明年总统大选，中共甲入选国的手法正多元，包括发动认知作战、制造假信息，也个伫咧台海进行军事行动。伫最近是毋是有增加的情形？国防部表示，拢有保持高度的警戒。目前掌握强军拢是维持常态性的活动。不过国军又会伫咧大选期间加强戒备。最近我们观察共军仍然执行常态性的这个战备警巡，保持对台湾的一个军事压力。国军会持续的掌握适切的应处。目前来看，就国防相关的错假讯息，并没有特别升高的一个趋势。为了要防止中共伫咧选后进一步威胁台湾，国防部强调，运用联合情感侦来掌握强军的动态，执行战备训练，国军会秉持行政中立，确保国家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敦邦税2.0三读过关，财政部是预计这个新制会影响400多万户。业者分析讲，未来这中古厝会较有市，也那民间团体是认为讲，这政绩敢若做半套尔尔，因为即马这个空厝有关是真济，所以未来厝主可能会提悬厝税。敦邦税2.0三读通过，朝野立委拢希望会当做到高大正义的里程碑。全国单日家己大的税率是降到1%，家己大的人若全国有3户以下，抑个社会主体甲毋是家己大的人，譬如讲是公益出租人，税率维持即卖1.2%。若是继承出地的永久厝，改做1.5%到2.4%。财政部预估新制度影响的总户数差不多是445万户。房仲业者认为，若是有几多经济人可能爱重新配置家己的房产。尾盘也转向中古厝。一方面会去考量的是屋龄的新旧，二方面呢也会考虑到，在这一次呢囤房税它分3个不同的组别，是不是会把资产配置到比较税率低的组别？台湾平均每8间厝就1间空在遐，毋是家己大人的法定税率由1.5%到3.6%，调升成做2%到4.8%。建商持有超过2年，改做2%到4.8%，公益出租人维持1.2%。民间团体认为，这项结果会人讲是换来半途正义。虽然肯定修法的大方向，不过敦邦税2.0对空厝实质的效果无好，因为税基普遍也是伤低。未来可能也只是讲做出头家起租金的理由之一。建商财团的代言人事实上在议会里面占了大多数，所以提高税基或是税率这块能积极到什么程度？如果交给地方政府的话，这块事实上是有疑虑的啦。新制度伫实施了后，估计税收会当增加
22.7亿到32.7亿。随妈妈基金会肯定法案3读通过，是完成健全台湾防治其中的一个正重要的拼图。所来就会努力朝向租住乌市透明化，进一步推动租赁税制的改革。记者综合报道。有一个越南籍姓裴的移工，伊伫台中一搭公寓无牌替人做美容手术，除了甲即个目睭皮挂好钉唇以外，佮甲人注射来美容片仔、甲形坎等等，6档以来赚100多万。即马移民署是照即个药事法、甲违反医师法、甲即个女性上班，确定判1档2个月。超出各种注射针，佮有来路不明的玻尿酸佮麻醉药啊！移民署台中专勤队来到台中市中区的一间公寓大楼内底，发现这个越南籍姓裴的私人移工，竟然伫遮非法经营地下美容医疗的工作室。是什么东西？打针的、哦，是要打什么的？要打在手的还是屁股的？这个是打屁股的哈，打屁股的针哦。姓裴移工原本是制作业的技术工人，7年前家己离开了后，就伫东协广场佮台中火车头附近的公寓，甲人做美容医疗。伊到网络买器材，替人客挂钉唇、修喙唇形、伫胸坎、尻川、鼻仔动手术，或者是注射消毒疗痕，再搁用比行情价1/3到1/5的价效来收费。透过面册顶社群媒体直播来比较手术前后的效果，吸引更较侪人客。为客人进行割双眼皮、修剪唇形、注射玻尿酸、丰胸、丰臀、隆鼻等多项医美行为，现场必查扣来源不明的玻尿酸、肉毒杆菌等各式手术用品，全案依违反医师法及药师法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移民署表示，这个移工做非法的美容医疗已经有6年，人客包含越南籍的同乡，各1年籍的移工，拢总赚超过100万台票。台中专勤队今年9月抓到人了后，就依照违反医师法甲药师法罪嫌移送法办。台中地方法院最近甲判有期徒刑1年2个月，不法所得也全部没收。记者台中报道。为着维护渔业资源，渔业署是稳准用放生的方式来增加海鱼仔的族群数量。即马经过研究，邦头这种鱼仔有4成拢是放生来的，要若加辣是搁较侪，有一半拢是放生的物种。即马渔业署是希望讲会当透过管理，互宗教团体的放生会当搁较专业。海洋渔业资源并不是掠不了、取不尽，要维护渔业资源，渔业署这几年来推动放流，5年来公部门甲民间超过2亿尾，平均逐年有4300万尾。鱼类主要是放流乌仔鱼、蛤蜊，虾蟹类有沙锦、斑节虾，罗贝类有海龟子、九孔等等。其中海洋大学针对野蛙类的鱼仔进行亲属关系基因分析，显示黄鳍条有4成是放流的物种，蛤蜊是5成。现在放流的地点其实是有点像过去历史栖地，那这地点现在数量比较少，那我们放流出去就看到很明显的结果。透过检测鱼苗的遗传多样性，也能够确保说这些鱼苗它是不会造成野外的基因的窄化。渔业署表示，放流不是凊彩把鱼带入去海内底地当挖。署长张志胜表示，捌看过有团体伫东海岸放流乌鱼，鱼仔知是要死，强调放流需要伫对的时间、地点、对的物种，所以修法要求明年开始，海域放流船籍人员必须要取得认证。本年度嘛建置申请的平台，掌握全国放流的情形。选择正确的物种，而不是说这些物种我们放到海里面去影响到海洋的生态，跟影响到整个物种的均衡。宗教团体代表相信，大概目的几十万的善款来执行放流，其实压力嘛真大，乐见有专业的指导。对我而言是一个很难承受的重责大任，因为一旦放下去，浮起来，见报。那我要去跪佛陀前面3天3夜了。渔业署特别邀请宗教团体来参加记者会，希望改变无专业放生对生态造成的冲击。根据这5年的统计，民间放流大约是占总量3成。为明年开始，若放生鱼仔仔无申请，人员嘛无取得认证，会处罚3万到15万。记者林静文、王兴中台北报道。
台东的本所焚化炉今年开始头2档先试用，虽然讲当初时这县政府有讲会用比国家标准更较悬的这个规格来监测空气污染，也毋过这个月所有民众发现讲这焚化炉噪音伤过大声，而且佫排乌烟，监测的结果有影是超过标准，所以环保表示讲这是台电换设备，等电力恢复开始来测试的时阵，这数字一时啊称伤悬，毋才会引起误会，即马已经恢复正常。住伫台东县本所焚化厂附近的民众，顶礼拜连续几夜暗，拢录到焚化炉发出真大声音，而时也翕到烟筒呛出乌烟，厂区外的及时监测看板也关起来，烦恼空气污染外泄。环境部的监测网第14也记录到台东县焚化炉的氮氧化物捌超过180 ppm 的国家标准，更加超过台东县自定的70 ppm 标准。环保局讲，因为台电测试到10时进行厂外线路更新，焚化厂停电，10时供电开始进行点火暖炉，一个也产生数台超标的情况。也毋过2点钟内就恢复正常，伫永远的范围，20厂外的及时监测资讯看板也恢复正常运作。断电我们到12月14号我们1号炉起炉的时候，发现我们的这一个面板系统不稳定所以当时我们把面板系统暂时停止作业。也毋过民众质疑焚化厂发生事故，空污监测无及时对外说明，真无透明。环保局讲，焚化厂有监督委员会每半年召开一摆会议，也毋过环保团体认为，监督机制爱改善，发生事故都爱调集委员说明，才是负责任的做法。有事情，然后呢就说机械有问题啊什么的，然后而不把这个状况告诉监督员，那我觉得监督员的存在就变成没有意义了。台东县本所焚化厂目前也在2年的试营运阶段，也毋过承包厂商已经有3摆排放空污超过标准的采罚，也毋过这摆的事件伫永远的范围，毋免采罚。环保局表示，未来也会改善监督委员会的机制，必要时会当调集委员开会进行监督。记者综合报道。净零碳排是全球的趋势，咱嘛有2050年要减碳90%的这个目标。不过，即马针对这个大的调查，发现讲有50%的高碳排的产业无了解政府的政策。专家警告讲，这寡企业若准讲无改良，到时阵就需要转型。这个劳工恐惊也因为转型有失业的风险。国际非常重视气候变迁的问题，净零碳排已经是全球的趋势。台湾今年修法通过《气候变迁因应法》，加2050年净零排放入法，定出要减碳90%的目标。明年开始针对排碳大户要扣碳费，但是根据台大风险中心的调查，发现伫高碳排产业食头路的劳工，有50%的人无了解台湾的净零政策和产业转型的目标。如果它是一个电动运具的产业，这个它的修车的技术、修车厂这些都会影响。警醒的意识越薄弱的话，未来它遇到这个近邻的事件的时候，它没有做准备，到时候就会产生抗争。不管在哪个国家，劳工绝对都是最重要的利害关系人但台湾在这个劳工低度工会组织力极低的情况之下，其实沟通的难度会更高。民间团体甲学者拢提出警告，企业面对减碳转型的时，可能会拄到技术的变迁甲裁员，安尼劳工绝对会受到冲击。台大风险中心嘛要求政府甲部会都爱提出完整的规划，协助劳工找头路，稳定生活和社会发展。呼吁呢，这尽速的启动呢跨部会的任务导向的工作协调的机制。这一点是这样子，我们常是希望说政府不要会修狗聊了。才去这个部会才紧张到原来这件事情跟我近邻有关系最后，台大风险中心建议政府应该由财政部统筹，成立气候社会基金，也是公正转型基金，来协助辅导劳工的技术变迁，也各有换头路。嘛，希望总统候选人会当针对净零排放提出具体的政见。记者卢尚如、郑俊佑台北报道。欧盟最近调查 X 平台，怀疑讲因有咧散布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恐怖攻击的消息。按算刷落来，阁要来调查 TikTok 甲 YouTube， 甚至是面册等等。欧盟是表示讲，若准违反所谓服务法，毋但会罚钱，上严重会使要求会员国全部禁用。哈马斯伫10月初一攻击以色列，双方爆发激烈冲突。欧盟内部市场和产业政策的执行委员博雷东。北华医界嘛警告过 X 平台头家马斯克，
这社群媒体等咧散布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恐怖攻击等事件的非法资讯。经过风险评估报告、透明度报告等初步调查资料，后面执委会伫10月宣布讲，要展开4项调查，包括敢有遵照数位服务法的要求，对非法内容的散布，敢有风险管理甲补救方法，应对信息操控的现行机制，含提高平台透明度的措施是毋是有效？另外，关于 X 伫使用者界面设计顶头出名的拿高口座认证，敢有涉嫌欺诈等。The infringement focuses on the potential dissemination of illegal content in the EU, in particular the assessment and mitigation of risk linked to the dissemination of illegal content in the EU Article 3435 and the flagging mechanism for illegal content. 欧盟执委员早伫4月就宣布讲，第一批监管的19间跨国大型平台，进前是推特的 X， 因为伫欧盟有1亿1200万用户，所以嘛排伫内底。除了 X 平台了外，这位监管嘛针对 TikTok、YouTube 和面册所有者 Meta 展开初步调查，也若巴迄客嘛建议各机构现阶段唔通伫相关的社群平台顶头做广告，不过这无代表欧盟就放弃使用 X 平台。It does not prejudge the outcome of the investigation, nor does it signal that the Commission considers that X is compliant with all other obligations under the DSA. 执委会表示讲，若是违反数位服务法，相关会当罚线顶公司全球收入的6%，也若是情形严重，佫直直违规，会予欧盟禁止伫27个会员国内底运作。公司新闻沈乐培编译。而这气候反常，澳洲的东北部是发生几十年来上严重的水灾，沿海的都市拢总受灾，佮有这个酷鱼雨水冲起到路边。另外一边呢，这个中国是受到冷气团的影响，就连南中的广东嘛咧落雪。He's looking at you. Oh, he's having a whale of a time. 透强风落大雨，这几天侵袭澳洲东北部沿海城镇，有酷鱼趁雨水涨悬走起来路的佚佗，引起不少居民关心。一只2.8公尺长的酷鱼，伫串流的水内，那亲像伫冲泳，头一直窜出来。昆士兰当局烦恼伊会走来主题区攻击人，派野生动物专家来抓，因先用锁甲酷鱼的喙套条的，无真久。再甲一直令的酷鱼拖进花，所以一个人赶紧甲酷鱼头摘掉的，一个人用骑马姿势甲尾饲掉的，再甲酷鱼装入箱仔送去庇护所。毋若酷鱼出来互人惊，澳洲滨海城市凯恩斯差不多去大水包围，也阁有小城镇对外交通拢长期变作孤岛，出现水淹病院变翻掉伫厝顶的情形。当局拜已紧急派直升机救援，阁特别关心行动不方便的老人。I'll give you a hand to get you out of here, okay?伫这当时极端天气也伫中国发威，今年入冬以来上强寒流顶礼拜到位，北京路面暴雪过了后，规个结冰，民众赶紧驾驶签掉。拜二的温度也是伫零下15.5度，挖进历史的极点，伫路行的人大家风甲888。温度的话，确实比去年同期是要冷了很多，对，还好，整体感觉还好。对，多穿一点，在路上比较冻潮。18开始受到新一波冷空气的影响，安徽、江苏这些所在落大雪，连南部广东嘛罕见落雪。气象单位预估，这礼拜大陆北部、内蒙古，也有中港流域部分地区温度也是会偏低。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美国太空总署 NASA 伫10月的时阵发射无人太空探测器，到当收到传回来影像，煞是一只蓝黑色的鸟仔，内陆有光的点。原来这是 NASA 的测试，这也是因第一摆对较远的外太空翕动态影像，佮传导回来。这个叫做泰特斯的巨鸟，伫荧幕绿光点咧走，互人感觉真趣味。这段15秒的超巨位质巨鸟影片，12位3100万公里外的心灵车无人太空探测器传回地球，目的是要探测 NASA 远天光通信系统的平宽甲资讯传输能力。Yeah, look at taters. 实验小警官也难得轻松，看几下摆泰特斯的影片。这段影片早伫心灵车号10月发射进前，就安装伫探测器的系统。在因 NASA 下达传输指令了后，心灵车透过先进的雷射收发器，将我哇塞影片信号以每秒267 MB 的速率传到加州帕洛马山天幕台的海尔吊镜，过程只用101秒。传输同时，伫
伫南加州的 NASA 喷气推进实验室，也会当同步来看。这套安装伫新能源号的通信系统，专门为深太空传输设计，速度比今麦的设备近10到100倍。有计航行到火星甲木星之间的小行星大时，这项系统会切咧以高自信量传输速率，将信号传到火星以较近未来的火星进步，有充足的能力传输大量的科学数据，高位置图像甲动态影像信号。为标太空条件，最近翕到太阳系第7粒行星太阳星的罕见影像，经过画面处理了后的相片，会当清楚看到太阳星的多重环结构，包括内环甲外环，更加翕到上内底的热塔。这款影像也显示太阳星的大气特征，包括北极分界甲部分北风的现象。为标也收集到太阳星的14粒卫星影像。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在地消息，咱要来看屏东工业区有一间做芳的工厂，互人发现讲伊的烘芳炉是设伫个便所的附近。原来即个烘盘顶头还阁停几啊只火神，甚至是一寡卡桶也拢互人摕来当粉洗。今仔日早起卫生局去到现场检查，这业者是发冤枉，表示讲这户外的烘炉毋是咧烘芳，是用来烘桌布的。涂骹的面桶拢是粉头，边仔煞是电烘炉，就连便所嘛伫电烘炉附近。烘盘顶悬都停几啊只火神。即间伫屏东工业区的食品厂，做的芳主要供应予知名连锁卖场甲超市等通路。民众将工厂环境翕落来，认为卫生无好。这是没有东西。稽查人员一个拍开烘炉检查，卫生局20透早到现场稽查，业者感觉真冤枉解说，烘炉是用来烘搭桌布甲喷的，毋是烘芳用的。而且便所外口是指定食薰区，才会放面桶装薰头。火神亭的烘盘装的是互鸡食的喷。我们做面包很多那个下脚料，但是有的太粗，它那个鸡要吃也吃不下去。回收的那个商家要我们把它稍微磨平，稍微给它烤一下，然后他就送到那个处理的地方。影片中的烤箱非用于烘焙餐点，并以张贴禁止使用标语，令现场未发现违反食品良好卫生规范准则规定之情事。卫生局无查到违规状况，但嘛呼吁食品业者爱注意食安问题。拍开桶盖，内底拢是芳皮。业者表示，这是做芳村的喷，准备予猪甲鸡食的。烘芳的烘炉拢伫厂房内底，澄清民众伫户外看到的拢是误会一场。记者陈环武、柯正俊屏东报道。花莲吉安乡清洁队传出有队员利用上班时间偷驶公所的粪扫车，私下去载回收厂的粪扫，而且伊个违法甲倒伫个公有的粪扫场。犯案期间虽然讲伊是有甲即个行车记录器的影像拍掉，也毋过公所透过 GPS 找到伊违法的证据。12日下晡2点56，一只吉安乡清洁队的粪扫车驶入去光华粪扫坑台场。甲大量的粪扫拼出来了后，就随驶离开，看落是无啥问题。不过，这个司机载的粪扫是私底下在民间资源回收场的粪扫。趁上班时间还没开始收垃圾，中间那段时间跟厂商收垃圾，我们队上有去把他的那个行车记录卡来看，但那一段时间都没有影像。粪扫坑台场看到粪扫无分类，就随通报清洁队，然后才发现这个姓陈的司机，伊出勤的时间有够样。虽然行车记录器的画面已经放汰掉，不过根据 GPS 定位，要是发现粪扫车的行踪，违规的行为全的别坑。当事人的说明是说朋友委托啦，那我们也查证了以后，它是属于私人的，就是搬家以后遗留下来的一些垃圾。那我们也请当事人就是在隔天就把这些生活垃圾全部都载出去。公所强调讲，经过调查，这个姓陈的队员虽然有违规，不过并无收费，所以该记一支大告，调离开目前的职务。而且民众若是有大型或者是大量的粪扫，就要以正常的管道向清洁队来申请。记者综合报道。环境保护需要大家做伙来做，有民众是发起捡薰头的行动，连续6天伫个宜兰县用行路的方式来捡薰头，真侪人看到嘛做伙来参加。天落小雨，气温真低，民众提眼影，捡涂骹的粪扫，搁放伫6公升的水管下来。有小马称呼的江温泉，
因为感觉不少人乱弹混晒，将大路草皮最高挂，当作免钱的混晒裤啊，造成环境污染，所以就发起婚姻意识为爱惜爱大步宽挂行动。路上民众看到捡婚纱的队伍，也哭落来用手协助去捡。伊认为这款的行动真厉害，觉得就是很厉害，这样子愿意这样子走，对，然后不会这种脏污吧。希望给孩子们一个比较干净的环境。参加的民众讲，希望借着捡婚纱，互囡仔更加清气的环境，降温前平常，努力伫海保定环保行动。伊认为，民众部分也乱弹婚纱，除了空气污染，和水滴着婚纱了后，流入大海，对海洋也是伤害。一般一位头城石城出发，有计6天用行的一路捡婚纱到南无汉本，专程106公里，你就已经行3天到手。烟蒂里面有一个非常可怕的成分叫做醋酸纤维。那其实烟呢，它除了尼古丁，还有很多有毒的物质。那是安怎红叫做小马？江文成功为着实现理念，伊也阁举办过接着青海会的活动，行动力十足。加上是2个囡仔的妈妈，所以得名。伊希望用行动甲大家讲，伫市区小小桥的动作，也会当保护海洋甲后一代。记者综合报道。国内新冠疫情搁咧传，顶礼拜即个新冠病毒有32例死亡，全部拢无注 XBB 疫苗，而且搁有新的变异种 JN.1 的出现。有医师就警告讲，即台湾伫旧历过年可能会夹起来。疾管署表示讲，目前 JN.1 的本土案例无明显增加，也毋过有机会变作是后一批主要的流行病毒。新冠疫情持续加悬。顶礼拜新增加32例新冠肺炎的死亡病例，全部拢无注新冠 XBB 疫苗。其中上届少岁死亡的个案是南部一个50多岁男性，本身有着过癌症等等的病史，3年前捌注过4档新冠疫苗。今年11月中发病确诊，虽然有紧急送交互病房，嘛捌使用过 ECMO， 不过落尾手也是因为喘气衰竭不幸死亡。住院的过程，他的这个休克的症状一直没有改善，另外也有并发这个细菌性肺炎的情形，所以是在这个住院后的20几天，那因为这个新冠肺炎造成的这个败血性休克以及呼吸衰竭而不幸的过世。因为新冠病毒新的变异株 JN.1， 在全球的比例加悬了真紧。国内有医师警告，到新增的时阵，恐惊要是闪袂过。针对这点，疾管署讲，目前 JN.1 本土的比例并无明显增加，敢若有3%。那附近的日本嘛差不多，而且造成疾病严重的程度并无加悬。目前世界卫生组织评估是低风险，不过咱国疾管署预估 JN.1 免疫脱逃的特性较大，真有可能加做台湾后一波主流的变异株。明年1月中到1月底，新冠疫情可能达到上高峰。这个时间点，我们推估是落在明年的1月中到1月下旬哈。不过这个高峰的人次跟先前推估的一样，是大概落在18000人次到2万人次每日的一个状况下哈，并没有调整。疾管署指出，荷兰上新的研究显示，注 XBB 新冠疫苗保护力有7成以上。美国和大医博士的团队嘛证实，针对 JN.1 变异株，若有注 XBB 疫苗会有保护的效果。另外，流感病毒主要的病毒株嘛伫转换，B型流感占的比例增加，伫新增迄卡刀可能会较侪。目前公费流感疫苗敢若剩38万外筒，呼吁有符合条件的民众都要赶紧去注。记者综合报道。受到这几个化影响，即马私立学校招生是愈来愈困难。有私校的董事长呼吁政府讲，对这个认真办教学，也毋过这伫靠较远的所在，这个私立学校辅导的时应该爱有搁较侪方案，毋通直接甲人要求爱学校收起来。中华奥会副主席陈树奎常常出现伫比赛场为选手加油，不过这回伊是来接受表扬，因为伊另外一个身份，新德县永德高中董事长，得到中华民国私立学校文教协会肯定，真做私立学校出色的教育事业家。目前国内学生逐年拢会减5%，不过永德高中早就有准备啊，自5、6年前就开始咧招东南亚的侨生。在5、6年前，我们就开始规划，就是说从东南亚那边呢，我们去招收这个3+4的侨生技职班的那个学生。那另外，当然我们在自己本土这边呢，我们在台湾内部，我们也让我们的同仁呢增加一些招生的策略。侨生合作专班加做这几档学校的重点项目。目前规间学校有1800个学生，侨生都有200人，
加上发展的特色。但是会强调讲，董事会会全力支持教育。在中华民国私立学校文教协会理事长，也就是私立育大科技大学的董事长王玉文指出，伊讲袂少偏远的学校辛苦办学，只不过地点较狭窄，招无学生，希望政府的辅导会当更较用心咧。教育资源能够再分配，包括学生的名额，例如说，我们是不是公立学校这个人数可以减少一点？那这些名额的话，分配到其他的学校，那有一些其实还不错的私立学校，有学生进来，它就可以生存下去。教育资源再分配，公立大学敢有可能减少招生咧？有着奖的董事长甲校长是还阁有期待，嘛希望政府面对私立学校的时阵，会当更较有同理心甲思考，毋是买上买就直接退场处理。记者林晓慧、曾志成台北报道。现代人这囝是愈生愈少，也毋过动物伴煞是愈饲愈多。台湾去年登记动物伴的数量竟然已经超过红婴仔。政府统计讲，即马甲动物伴相关的经济已经有600亿。高雄就学校上准这个趋势来成立动物伴的经营科，也开100多万来起专门教室甲水族馆，要来培养专业人才。校园内底就亲像开一间宠物美容院，有宠物美容师、旅馆，阁有营生辛苦的所在。台湾宠物商机已经有600亿，加上这间科技是上准市场的需求，来成立宠物经营科，因开100多万来打造3间宠物正教的教室，阁有1间水族馆。校校表示，因是南部头一间来成立宠物产业科系科技。每个月都会去固定美容，每周2。会有人去送他过去美容，应该会吧，就是有证照比较保险啊。最多的就是猫，第二个就是狗，第三个就是鱼。我们目前也是以这3种宠物作为我们学习的重点。根据农业部的资料，去年出世红婴仔才13万多人，狗仔、猫仔登记数22万多只，来显示宠物产业人才需求增加，学生毕业就要考证照。这毋但对宠物美容师的技术是一种肯定，对主人来讲，其实信任甲保障。经济这一块，未来的人才还需要很多。目前我们常常接到的都是找不到美容师，至少高达90%以上的店家绝对指明要台湾训练协会 KCT 的这个证书，因为我们要求比较严格。国内饲宠物的家庭愈来愈多，主人拢将宠物来当作厝内底的人疼痛。理事长表示，宠物经营的出路是真宽，包括水族的养殖人员、宠物美容师、营养师、兽医助理等等，拢因应未来宠物产业人才需求。记者钟义辉、区昭勇高雄报道。铁幕产业制造真侪温室气体，即马英国的研究就发现讲，将这个水仙花提炼出来的物质加入去鲶鱼的饲料当中，会当减少96%对鱼的胃产生的甲烷。即马已经开始临床实验。美丽黄色水仙花看起来娇娇的花蕊，所可能是协助环境降低甲烷排放功能。英国科学家研究，水仙花当中提炼的物质，放伫动物饲料当中，对减少人鱼排放的甲烷量有帮助。This is vitally important because we need to reduce the production of greenhouse gases from agriculture as part of the solution to reducing the problems of global warming. 根据统计，英国国内一般的甲烷排放量是为人鱼排泄不来，全球超过14%温室气体都是来自家禽甲家畜。为减少这动物的甲烷排放量，苏格兰农村学院的研究团队进行实验，以人工模拟鱼肺的环境，佮加入水仙花萃取物，发现能将鱼肺内底甲烷含量减少96%。这嘛，研究团队成员之一史蒂芬斯，就伫家己的农场饲人鱼做临床试验。Governments across the world currently trying to meet the net zero targets by either taxing livestock farmers or putting quotas on the number of livestock you can have because of this methane byproduct. This gives us a very real opportunity to actually change that whole story.
这场临床试验计划4年做期限，将最前火提炼的物件实际放入动物饲料当中，观察对农场甲经济影响。科学家希望这个物件能互畜牧业的甲烷排放量平均减少3成，为减缓气候变迁冲击尽一份心力。公司新闻陈时东报道。荷兰有一个戏剧的展览，只要头壳伫这个装置，就会当看到人抢国家宝物的这个过程。另外，美国的失败博物馆是展出真侪设计不良的产品，互人看到真心实。VR 装置对看到迄时阵历史事件，互参观人伫故事内底。一支印尼格里斯剑是荷兰伫1849年一群巴厘岛时阵为当地人手内底抢来。普鲁士雕塑家为香火的布兰登堡门设计个完成一尊胜利女神西北战车的雕像，放伫门顶的正中，象征胜利倒来。说伫1806年，互拿破仑运去巴黎。另外，荷兰黄金时代上重要画家之一，工业大师林布兰，伫1669年过身进前最后100座画像，原本是属于犹太的德国人拉特瑙家族。说伫二次大战期间，互纳粹党人没收。荷兰海奇莫瑞泰斯皇家美术馆展出这荷兰士兵时期抢来文物，强调爱面对历史事实。For sure, we are in a transition because we realize that when it comes down to Nazi looted art, we're quite too late. And so we learn from the past, we learn from our previous mistakes. So yes, we want to make up with injustice from the past. And yeah, this exhibition is truly part of this transition. This is the Hula chair. 另外，伫美国华盛顿的博物馆是推出失败创意展览。展览受办者坐起呼啦喜，感觉真空阁真可笑。虽然安尼，市面上所推出的成功产品，其实背后拢是经过真侪摆失败经验。The goal of the exhibition is the conversation about failure and destigmatizing failure, and to a certain extent embracing it and understanding that it is a very important component if we want to innovate and solve big problems in the world. We're going to have to take some risks and try different things. 其外产品也有互鸟仔啉有鱼味的矿泉水，专门互狗仔啉的牛肉味矿泉水，也有一边拢是市面上无受欢迎的欧瑞口味，也有星巴克的橄榄油咖啡。讲是的，互咖啡啉起来佫较高，佫较香甜，毋过啉了后，所互人落下真严重的失败产品。还有挂起通电导引回春的面孔，虽然是创意十足，毋过所互人无法度接受。There are about 150 products. Most of them are from the U.S., but we also have French products, Canadian products, Swedish products. I would say the majority are from the U.S., but definitely we have a few products from other countries as well. 这摆展览的想法是回忆2017年伫瑞典的失败创意博物馆来，收集世界上各品牌推出不良设计、希望成败的产品，希望让大家看到失败所带来价值。公司新闻新入会编辑。下晡天气如何？天气报你知，带大家做回来了解。北部地区13到17度。中部地区15到21度，南部地区17到22度，东部地区15到22度，外岛地区是9度到20度。还有未来3天的气象。以上就是这则台语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